的手机，还有将你身边会影响你单单来到神面前敬拜的影响的东西，都先将它放下。也期待你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丰盛的恩典，是在安静里面来领受，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来领受。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时时想到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想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拣选以及预备，还有赏赐的恩典与平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带着许多可能是劳苦，可能是身体的病痛，可能是心里面的忧愁，但是我们依然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因为神你是赏赐恩典与生命的神。你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们能够察验上帝你美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更乐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赞美主，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恳求神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以下的时间敬拜交托仰望神，愿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邀请你，无论是在观看直播的你，我们都邀请你一起起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生命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透过诗歌，透过敬拜，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诗歌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享受平安，享受喜乐的祝福。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灵，叫我生命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我们再次从头来唱，求神帮助我们，圣灵来打动我们的心，让每一句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生命，叫我生命知道。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开我们的眼，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
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恳求你，用你真理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圣灵的引导里面，使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更爱主。让我们学习基督的忍耐，让我们所喝的活水得蒙生命满满的祝福。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再次对主说：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在软弱、在不足、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试着对主说：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你生命的话语，主你的教导我们智慧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蒙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走，因为我们知道如何活出神的样式。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请坐，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神，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丰盛的赏赐。也期待你能够将你奉献的金钱，能够预备你的心带到就近的教会，神的教会。我们透过我们手边的金钱，透过你的实践的动作、工作，能够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赏赐的能力跟祝福，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在生命当中愿意奉献我们生命的所有。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深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很高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神，甚至一起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神。在这边，牧师要来做这个消息的报告。
在我们教会，在本主日开始，我们会改变我们的主日礼拜的程序了哈。那也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期待，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都能够享受到真正的上帝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与平安。那么我们会特别将平安礼摆放在会后，我们一起在1楼的地方，我们一起享用茶点，一起透过交易的机会，能够认识彼此哈。那也期待大家一起为这个程序的改变期待我们每一次在聚集当中、聚会当中享受神的爱。那我们在本主日小组，我们依然正常进行。我们期待能够在聚会当中，能够透过破冰的诗歌，还有透过讲道的问题分享，还有代祷分享见证，甚至在最后我们一起互道平安来聚集。那我们相信小组的聚会能够为各位的生命带来更好的教会生活。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在本周这几天我们为期4天的活动感谢主，透过这些主日学的老师这些青年朋友，那我们透过在陪伴这些孩子当中，让他们生命有非常好的成长与学习那每一天这些孩子都非常开心，也非常疲累。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习到生命品格的功课那也期待愿神祝福每一位老师祝福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康。也期待在生命的教导上面能够带给更多孩子生命的祝福。那我们在青年的小组，我们在7月16号礼拜二，我们上午到9点到下午5点国高中生要一起骑车去旅游，然后那也期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能够一起来参与，加入我们的团队。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也是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持续的跟大家分享，使人遇见神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那我不晓得，当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我们的大桥教会，曾经有人跟牧师讲过说，哇，你们教会要建堂那你们来到你们教会要建堂曾经我们教会要建堂，曾经请了一个设计师，也是一个建筑师，那他曾经就说，哇，你们既然大桥要建堂就要跟你们的名字是一样，叫做名副其实的大桥了。也就是说，你们教会不是只有小的，不是小而美了，而是每一个人的心境，这个心境能够跟我们的名字是一样的啦。那什么是桥呢？我们知道桥就是连接，不管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大桥，实际上我们这个名称应该有它非常重要的含义。那牧师也在想一个问题，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进到教会，我们没有办法给人认识到神，甚至也没有办法让人体会到圣灵的同在的教会，那么这间教会是有上帝同在吗？应该是没有啦因为他没有办法给人感动啦即使那如果是有的话，那上帝好像，当然上帝是无时无刻都在，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给人感动的话，那我觉得似乎让上帝同在的灵是有所违背的，懂我意思吗？因为上帝同在的地方是会给人平安，是会给人喜乐，甚至会给人盼望嘛。那如果没有办法给人有这样子的感动，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到底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会让人遇见上帝的地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这个老底嘉教会这个地方，老底嘉城市，到底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带给这个信徒能够火热？因为主基督说，你就像是一个什么不冷不热的地方。那牧师有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它旁边是透过2个城市，就是哥罗西跟希拉波利的地方，他们所引水道来提供他们的水源。所以呢，这个预表着一个生命的恩典与祝福的过程当中，假如一个人他过于严苛的对待自己，甚至他对自己的生命有许多的复杂层面看得比较重的话，那你会发现他领受上帝那边来的恩典就会怎么样？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上个礼拜牧师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来教会
是需要先以生活优先的条件，我才可以来做礼拜，还是我会事先安排好我的事情，我才可以专心敬拜上帝？这两种心态跟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可以思考看看。好，当牧师提到这个老底嘉教会这个城市，他们需要透过两边的城市引水源。那我讲到两个城市，一个是富有非常好的温泉水，好，一个是富有非常好的冷泉水。那当这两个水道过于冗长的时候，就导致它的水源原本是温的，来到这边就变冷的，甚至呢，它的水源是清凉的，而且会带有矿物质的，因为水道过长而怎么样？而沉淀了。那就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有太多心灵层面，会觉得我还没预备好。好，我来到教会还需要什么？先把我的生活优先条件先处理好，我才可以来做礼拜。好，那当你处理好了，来到教会来做礼拜的时候，有些人他就发现怎样？他并没有预备好哦，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先把很多事情先处理好了，我才来。我不是说有些人他真的处理好他是渴慕神的，不是这一种，是有些人他会宁可先以他的事情为重要。只要他下一次他聚完会聚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又发生急难事情的时候，他会宁可又先去把他的事情生活先处理好，他才要回到上帝面前。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我会事先安排好我的事情，我才可以专心的敬拜上帝。譬如说，早上如果你要来做礼拜，如果你没有预备的人，你会怎么样？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迟到，有没有？那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来服侍神的时候，你会不仅迟到，还会让你的服侍大打折扣。所以牧师时常提醒这个年轻人带敬拜这个乐手第一个，如果你不准时几乎那一天我发现他的节奏速度都不太稳定。那不太稳定就怎么样？会不会影响？会影响很大呢，不只影响他自己，是影响整体的感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神要给我们的恩典丰盛，都是需要预备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次牧师跟大家分享到启示录第3章第14节到第16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我是谁？我是谁？这是主基督。好，我们要记得哦，这是主基督对教会所说的哦。这是透过老约翰，启示录是老约翰，主的门徒约翰所写的。所以他所启示的神，透过主耶稣基督，透过他告诉老底嘉教会，这是主所说的话。你有机会看启示录第1章，你就会发现这是主所说的话。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我期待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如同牧师刚刚所提的这2种心态的人我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但是耶稣都知道我们的行为。那既然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他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跟你旁边的人说，主在对你说话，主在对我们说话哦。他期待我们的信徒的生活是要么就冷，要么就热，对不对？我一直觉得一个看起来很冷漠的人他的心是火热的，因为他冷，他不是原本就冷，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他还没有办法表达，他不是不会热，他不是不会热忱的。那一个热忱的人，他是已经经历过，他知道怎么样热忱嘛。
所以我一直觉得耶稣讲这句话，真的一个不冷不热的人的特质是很难搞的。你到底要对他多一点热情呢，还是对他比较冷漠一点呢？都很难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耶稣他这里讲，实际上我们也会思考到，基督徒祷告有没有热切？有吗？有些时候，大部分基督徒好像不太会祷告了，对吗？有没有？我宁可先把我事情先做好，我有时间再来祷告嘛。遇到困难了我再来祷告嘛。这种就是祷告不够热切哦。所以要么就是你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嘛。但是你明知道祷告是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读经重不重要？其实也说重要啊。可是有些人大部分都不读啊，不殷勤的去读神的话，做礼拜呢，有些人不渴望啊。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其实我觉得祷告我们可以迫切的，你可以尝试看看，你可以为你的家庭，为你的生命，为你的态度。我时常为我自己的态度过于刚硬，我很主观我只要一主观有些时候让我看不对眼的东西我很容易就脾气就压起来，甚至我很容易就会讲出来的话就会比较重一点甚至会比较大声一点。可是在我的心里面，每次我只要一讲出来，我就觉得主啊，怜悯我，赦免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渴望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渴望。我不晓得你的渴望是放在你所需要的事情上面，还是你愿意放在你与神的关系，你与神所期待的事情上面。各位弟兄姐妹，使徒行传4章12节，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为主高举你的手说：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生命的主，除他以外没有别无拯救呢。这句话我们这样看很清楚吧？可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求告神呢？最近牧师有一个同工他工作辞掉了。他辞掉之后呢，他的家长就会时常打电话来告诉牧师他怎么办，怎么鼓励他，怎么做。那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祷告啊，求啊。他的工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你的孩子，他愿不愿意祷告啊？如果你愿意跟神求，神难道不会给你救你吗？不是吗？牧师，我曾经2次一次是生病的关系，然后我停掉我原先做牧者的工作，将近1年多。那时候我几岁？29岁。29岁1年多没有收入，因为没有牧会嘛。那29岁那时候，我的家人都怎么看？我都在家里啃老了。然后呢，当我结完婚、度完蜜月，我从之前那一间教会，我辞掉。我将近1年多，我是带着我的太太牧师娘，也是1年多没有收入也是啃老可是我每一天起床，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努力帮助我家人工作打扫，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工作，我就是努力去做。但是重要是我跟神求，我说主啊，我相信你在为我预备地方，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要靠你的能力吗？有些时候我们要换工作，我们会想到说，我过去所学都忘了，我学电机的，我就想说，如果我不做牧师，如果回去当电机，我跑去那种电子厂商，还会用我吗？我都忘光了，而且搞不好我所学的跟实务性的完全都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有求告神，当我求告神，神就一一的为我开道路，真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是非常丰盛的，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他宁愿怎么样？他对信仰是不冷不热的。所以呢，很多人为什么他的信仰生命会不冷不热？第一个，他认为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信徒，长老执事，他觉得不太需要啦。
反正经验告诉我，我可以怎么去做，我可以去求谁，我可以去问谁，我可以怎么处理。可是我要告诉你，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所想象那么容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老基督徒也是一样，他认为我比那一些初信的慕道友还要好一点，我在主面前没差啦，那些比我刚认识主的人还离我差得很远，我还会祷告他还不会祷告嘞。我有看过圣经几遍，他也还没有看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中，的确有些人是这么在看待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从他的生命里面，从他的讲话，从他的做法，你就会知道，他就像是我所讲的，他是资深的信徒、长老执事，可是他的生命一点见证也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冷不热的。另外一个，他会为了自身的需要，大过于亲近神、敬畏神的时间还要来得重要。最近牧师一直在提醒，在告诉我们的青年同工，我们的年轻人在国中，其实只要国小都会在主日学，有没有？他们只要在国小在主日学，到了国中叛逆期、青少年叛逆期，到高中这一段时间，是所有全台湾的教会都在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从国小认识信仰，可是到国中到高中如果没有衔接起来，它会成为未来它就会断掉。所以牧师一直觉得，为自身的需要大过于亲近神、敬畏神，我们要去提醒我们自己，到底我亲近神的时间、敬畏神的时间有多少？我们在培养带这些孩子，我们也要时常跟他们分享，到底亲近神的感觉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敬畏神是什么原因？这个关系会比起我们告诉他圣经的故事真理还要来得重要啊！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也在检查看这个孩子、看这个人，他的生命有没有跟神的关系连接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不冷不热的原因是对自身利益的热切跟火热。所以有人说，有饭可以吃，我有时间才来做礼拜。另外一种没饭可吃，做不了礼拜啦。这个我爸爸从以前他就时常讲这个，每次只要跟我妈在吵架，就是在吵这个问题。整天都是去教会，每一个礼拜花那么多时间去教会，你都不用工作，是不是？其实那个问题并不是这样去讨论的，而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愿不愿意热心去看待？那曾经有某一个教职员他在教会的学校里面工作，他热心参加做礼拜、祈祷、读经，甚至做见证。可是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以后，他没有工作了。上帝，他认为说上帝，他就不信了，甚至他也不祷告了，他也不读经了，他也不做见证了，礼拜也都没有了。甚至呢，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们是他的话，这样可行吗？有没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箴言16章3节怎么说？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计划？你所谋略策划的，要能够成立，是你必须要学习先交托耶和华。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交托耶和华，神必为你预备。神必为你预备，交托耶和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今天的圣经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许多人他在信这个信仰的真理，他是马马虎虎的。所以耶稣说，你如果这样，我就怎么样？就把你吐出去。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耶稣口中的物好像他叙述这样叙述嘛，耶稣这样讲的好，如果这样讲，耶稣这样讲，我们就好像是他的，我们是他的物他说，你不冷不热，他就把你吐出去代表是什么意思？代表你这个生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途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暗指
暗指基督要放弃这个生命。假如教会老底嘉教会主都这样启示这间教会，你觉得教会有没有可能？我跟你讲，这个建筑物台南中会我们中会曾经有在归仁那个关庙还是归仁那个地方有一间教会我们的教会楼下的那些椅子都是认领来的，都是从那一间教会关掉收起来以后，我们去认领拿到那些椅子的。我要坦白讲一间教会里面的人如果没有好好去了解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不冷不热这种生命态度，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好好去反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里的不冷也不热，它不是代表着教会的热心与否牧师要再提醒它不是指这个。基督他是希望信徒要么就热心，要么就干脆不要信吗？是这样吗？感觉不是了。他是在讲的是背景，他讲的就是用途有没有？我们知道用途，这间教会他明明去得到这些资源，对不对？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让他好好的运用，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祷告重不重要？很重要，可是我们却认为我们并不常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起来就不像会祷告。牧师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曾经有同工就告诉我，牧师，你可不可以不要指明每一次要礼拜三要祷告的时候，这样子人家都不会来了啦。我心里想说，因为我请人祷告，所以人家就不愿意来。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怕祷告咯，对不对？如果你是因为怕祷告而不来教会那你的生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段很重要，祷告对生命多么重要。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祷告一无挂虑保罗教导腓立比教会的，马太福音7章7到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讲的，不断的在提醒，凡祈求的就得着。所以不求你怎么会得到呢？这样懂了吗？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要对祷告要有非常清楚的认知。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9章12节说，来，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如果你不祷告，你也不呼求，你觉得上帝要应允你吗？你说上帝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的为人他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不需要祷告他也会成全我们，因为我是他所拣选的，我是他所爱的。讲得好像合情合理可是我告诉你，你听我讲话当中，你就看到那种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骄傲，他不需要上帝对吗？他认为他不需要上帝可实际上我们是要上帝要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你不要想说你什么都有，然后感觉你都可以掌握，你就可以掌握世上的一切生命，你所想要得的，没有那回事。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如果没有热情，为什么有些人他在教会里面会受伤？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用主的爱去包容人，所以让人受伤了，他们宁愿在家里面2、3个人聚会，奉主的名，神就在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教会要好好去思考，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做一个火热的，不要做一个什么不冷不热的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那怎么办？主说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说，如果你不冷不热，我要把你吐出去？因为17节他说了，我们一起来读哈。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你看，老底嘉他成为以弗所和叙利亚东方哦，这个很重要必经之地哦，他们商业非常的繁荣，也是当时候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呢。所以老底嘉教会，它在当时候的这个城市呢，它极为富有啊。主耶稣提醒信徒说：“你说我是富足的，有没有？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要时常问你自己哈，你有没有觉得你一样都不缺啊？好像也是我们现在好像都一样都不缺啊。感谢主，我们很感谢神嘛，对不对？其实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时常对主说：“主啊，我很缺。我们很缺不是代表不感恩哦，我们很缺是因为主啊，我还需要，我要从你得着更多我生命当中所没有的。我所谓的我还缺是缺这个，懂吗？当你有这种态度，你会发现每一次你到神的面前祷告，你会更加谦卑，你会更加看到你自己的需要跟不足。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唱敬拜的歌曲是一样的，我需要啊，我需要啊，从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去经历神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说：“你说，因为你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老底嘉在西元61年因为亚西亚大地震这个城市曾经被毁过。以弗所跟撒狄两个城市重建的时候呢，要求政府补助经费，但是只有这个富有的老底嘉人他们不求政府给他们一分钱他们就大家出钱然后出力就把这个城市重新建起来。你看他们对自己的城市都有这么大的信心到最后呢，这个曾经罗马这个历史家塔喜图他曾经说过，他称老底嘉人自力更生。看作是模范他们过于富足，不靠政府，也对上帝冷淡，很有意思。这让我想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里面的，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就像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一样天国就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我们知道其中5个是聪明的，另外5个是愚昧的。因为另外5个他们有没有准备油啊？没有了。所以这个新郎来的时候他们打盹了之后呢，突然间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就赶紧跟聪明的5个要什么？油分一点给我他说不行我们这边可能这个是我们要用的12节他说回答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11节，这童女随后来说什么？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不帮开门我不认识你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有可能是这5种愚昧的女孩子一样。主基督就是新郎，我们就像是新妇。可是如果我们不预备，我们就是愚昧的。不要想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主的儿女，你不需要准备，你可以不冷不热。这几个人很多时候他很危险，因为他不读经不祷告，没有信心，常常犯罪。各位弟兄姐妹，罗马书第5章3到5节怎么说？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要问各位，你有以上这几个能力吗？患难的时候，你会欢欢喜喜吗？患难会不会让你生出忍耐啊？你有没有忍耐啊？还是在患难当中，你就说我对上帝没信心了，我忍不住了，我受不了了。忍耐会生出老练的生命，老练会生出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即使你过去曾经遇过那极痛苦的患难，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很多基督徒说我没有上帝的爱，我爱这个人我爱不下去，其实是他里面前面的这几个能力啊，他是没有的，他没有经历过患难，他甚至他在患难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去忍耐。所以其实为什么牧师时常教导在我们信徒当中，我很大胆的会跟他讲，Hello， 请你去做什么事，请你去做什么事，我从中都会看出一个人他的生命状态。他如果顺服，他如果会更喜乐的心去面对，我觉得他会生出什么？忍耐，他会生出老练的行动力，甚至他老练的行动力会为他的生命带来盼望，因为他有能力了嘛。他有能力，他有没有办法为他自己生活？有办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去培养。圣经里面教导我们18节启示录第3章18节说，主说，我劝你向我买什么？火炼的金子。今天牧师要跟各位分享，我们要如何遇见神的教会，我们需要这3种。主教导我们，不是要把我们吐出去，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这3种。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请坐。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耶稣说你要热心。刚刚有讲，主基督对老底嘉教会说，你是没羞没吝的。如果你要么你就是或冷或热，如果不是的话，我宁可把你吐出去。老底嘉人因为他们富足，所以耶稣劝他们，你们要向我买什么？火炼的金子。第一种，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代表坚固了。金子如果它经不起火炼这个熬炼它有没有办法很坚固？它没办法。所以这个火炼的金子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人家反对啊？会不会？像我们有同工家里面家人都是拜拜的，甚至拜佛的，时常都在对话呢，对不对？你要对他传福音，你不知道怎么传呢。有些时候他会跟你言语上的这种逼迫啦，毁谤啊，你们上帝不是很厉害吗？不然你们跟上帝祷告看看啊，对不对？可是我要告诉你，神要我们的信心是要像火炼的金子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富足啊。甚至第二个，耶稣说什么？主基督说什么？你必须要有白衣啊，要买白衣穿上。什么是白衣？是圣洁的，不沾污的。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口啊，我们的口不说谎言啊，可是我们常常都在说谎啊。你爱主吗？牧师这样讲，我爱。可是我们不奉献呢，我们不参加礼拜呢，我们都是在说谎对上帝说谎，不是对牧师说谎很多时候我曾经遇过在教会说你爱上帝，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希望改变。他出去外面以后，他打架呢，骂人呢，有没有？有啊。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办法圣洁从口？手呢？我们的手做什么？我们不做打人的事啊。所以最近我的孩子小朋友最常做的这件事对不对？他在教会里面他很爱上帝他很会背圣经节可是回去以后他就打架了呢。最近牧师看到一则故事这个爸爸他有6个孩子，他最大的已经念大学了，最小的还在嗷嗷待哺喝奶。他说他怎么教导他的孩子？他说就是反正我都没有在骂他们，我就让他们2个人就拥抱。这个动作我曾经试过，真的很有用。你不用讲，你也不用骂，直接让他们2个拥抱，然后眼睛看着对方。有一次我曾经叫我们泽恩跟穆恩他们吵架，泽恩跟宇恩他们打架，我要他们抱在一起，他们抱在一起是这样。我说眼睛看着对方，
然后他们就看着，就笑出来了。你知道那个很奇妙，你要想象一下，如果换作是我们跟某一个讨厌的人，你会不会也是这样？你可能眼睛看到他，你没有接触他，你会觉得讨厌这个人，行为很糟糕，对不对？你要想象一下，如果现在牧师邀请你跟他握手，握着手跟他说：“耶稣爱你，我愿意原谅你，我愿意更包容你。”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怎么样？会和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白衣穿上，口手脚呢？脚也是啊，对不对？这个年轻人学生最需要了。为什么？要来做礼拜要不要准时啊？要准时呢。要来做礼拜，要不要有信心？要呢。如果早上要爬起来很累呢，对，我记得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最讨厌去做礼拜，因为好累不能睡很晚。所以那个脚啊，怎么样能够走到教会里面，然后敬畏上帝？口手脚心啊，不思念坏事情，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还有最后一个，他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什么意思？代表你要看清神的道路。跟你旁边前后左右的人说，期待你看清主要让你走的路，期待你要看清楚主要你走的路。好，了解真理，不做一个糊涂人，太重要了。热心，不要迷信。耶稣他不愿意我们做一个迷信的人，他希望我们热心是在他的真理里面，是活出真实的生命。所以总而言之耶稣他劝我们要买那个坚固的信心，火炼的金子，圣洁的心，还有明白真理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做突破跟改变。最后牧师跟大家分享，这个是高俊敏牧师，他也是在白色恐怖里面经历过这个苦难的人那他曾经引用一段圣经节，以赛亚书1章10节到17节这一篇，然后他把它写成一篇诗篇，我觉得很喜欢我先快速念过。你们这些所多玛的首领要聆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些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献上许多祭物，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厌烦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肪，我不喜欢公牛、羊羔和公山羊的血。你们来朝见我的时候，谁要求你们带着这些来践踏我的院宇呢？不要再带毫无意义的祭物了。我憎恶你们烧的香，我无法容忍你们又作恶又举行庄严的聚会，就是你们的素日、安息日和大会。我憎恶你们的素日及各种节期，他们成了我的重担，令我厌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掩面不理；即使你们祷告再多，我也不会听，因为你们双手沾满鲜血。你们要洗净自己，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的恶行，要停止作恶。你们要学习行善，追求正义，帮助受欺压的，替孤儿辩护，为寡妇伸冤。哇！高俊敏牧师他怎么写了一篇诗？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这篇诗叫做《礼拜是罪恶》。他说礼拜是罪恶祷告也是罪恶献祭也是罪恶这个献祭要记得我们在敬拜神就是在献祭我们这么守什么做什么圣餐我们就像在献祭，带生命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献祭也是罪恶。主说着不要不乱践踏我的殿，出去吧，不必举手，我掩着眼睛不看你们。祭物不必再带来了，我憎恶这一些。你们的信仰是迷信你们祷告的手污染了弱者的血，你们的祭物只是发出欺诈的恶臭。主啊，你看见我们的礼拜，身怀反感，
你把我们的盛会断定是恶的，把我们的礼拜称为那是我的重担，因为毫无生命，因为没有对良善的思慕以及对公平的热忱。主啊，惩罚我们吧，并且使我们有对真理的强烈渴慕。我不晓得你对神的真理有没有渴慕，期待今天透过启示录第3章17到第18节，我们一起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圣经里面20节到21节，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不晓得你愿不愿意跟主基督、主耶稣对我们做邀请？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你有没有听见呢？如果你听见了，我相信你就可以跟主基督一同坐席，甚至得胜的要一同到主的宝座那里去。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阿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寻求神，专心寻求你的真理，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晓得我们必定要寻找，我们也要看见生命的智慧以及活着的意义。首先，我们愿意学习做一个顺从、顺服神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随主的脚步。虽然我们的心中有许多的不愿意、刚硬的心，甚至没有爱主的心，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学习认识主，让我们学习倚靠神，让我们学习用更多的祷告来经历我们神，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拣选的。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一起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改变以及卓越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愿主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到7点20，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与祝福。愿你平安。